银光灿，空得此一轮明月。真奈我把砖头藏，想我张真，爹娘在世时与丞相精宠子女，牡丹小姐自有订婚。我因亲王家派，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。谁知我父亲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呀。他命我在别部谈判操到公诉，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呀。也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？唉，好不排门生言。
是读书去嘛。
是谁呀？哎呀，他为何成名不女呀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莫不是花妖使君也没？莫非是牡丹小姐到数吗？小明儿虽叫牡丹，却有位国色天香。呀！果然是小姐来到书房啊！小生没出原因。哎呀，有才呀，是有才。哎呀，不管呐，是不管。小生死亡前流，我不在月下当如啊！小姐，请坐。哎呀，你也请坐啊！我有啊。小姐，听啊，请坐。好一位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爷，小姐，长郎。我长在远方来投亲，梦有我名在比不单白公主美，我长发是谁比张玉，真乃是无缘来把龙女情。今晚多怪小姐来，莫非应像是梦境？长郎，独自为弟弟做事前事情，爱郎君王权孤单万人欢，风爱冷爱谁人理，孤苦凄凉无人问，楼丹自尽心不安，因此我一笔伤情。
小生是一家万事家太平，功名你等龙凤榜，大不了想起你终身。你知道功名你等龙凤榜，我看你一定有精髓好见证，总算是你此生算功难折归，留待永不变初心，但愿得夫妻欢女上相聚，更别那牛郎情那生色妻子她桃李风筝中也美，更有那不黑好精灵三军，无道姻缘已不备，恰在此那今晚月下又相牵。戏子是从旁离来迎，但愿得月圆生缘，永相亲。
家过程并作言语传家王。哎，父亲，相爷，世子美姬，可惜无人提用哦。啊，相爷，我不到兵部司官请张相公寄来的是都在，他晓得的什么事？这样的地到这中会。儿啊，快在为娘到厅内歇歇去吧。不去。相爷，妾身早就说过，叫那中算卸下水处，好当杀他罪。可你偏要把他留下，使尽你看。哎呀，女儿啊！学为之事心惆怅，为母早已听子长。倘若叫他写许书，岂不要锣鼓启禀二父华名扬？我今父三胎不早，怕一许，残留着穷酸于何方？盼等他艰苦赴考落地后，家贫临轩藏元郎。这些梅花嘞？娘子，我请你带上吧。娘子，娘子。
相公早被你们关出门来，你再讨做成。我与他乃于夫妻之间，岂能让他流落在外？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作声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分？你是哪一个？哎呀，长老！我是寡徒，我是神，谁是你的长老？长老，你虽要是此家，实在间只有我的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冲上你，妾身是逼不得已忘记娘啊！说什么逼不得已当爹娘，分明你翻脸不停变心肠。我若是百年无情变心肠，又怎会他也奔波在长廊？我愿做实是我教，从此你我天涯各一方。长老，说什么夫妻天涯各一方，你才是百年无情变心肠。你忘了草莽乡亲几同心，你忘了地不百心身上，你忘了花前月下相依偎，你忘了我怀你共度到天亮。如今是妾身有家，归不得。夫君你又是这一夫妻俩啊！好不是少生奔过黄仙路，不是对我死了吧？不是对我死了吧？不是对我死了吧？小姐呀，你一片深情，我永难忘。长郎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愿回家去了。这是长郎令我至今何忘你？那暂时只得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是此你我有同心话。哎，不，要是叫你父亲知道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。
要快点呀！呀！哎呀，走呀！夫妻也随王建义，一路之上怪花灯。大郎，你快来看呐！
娘子，娘子，对吧？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家园前面一诺一语，为我私自慌张。小人不管讲，讲。是张相公与我家小姐，你们可看得仔细？小人看得仔细。好一个大胆的小畜生！我把他关出府去，他经过勾引我女儿，关灯闹事，这我了得！来呀，把他们上上贼位！是。此怒气冲天，哭闹，哭闹！可恨畜生小张真，官出府门欲把是非身。他金冠玉幕女带女，同往闹市乱花灯。传扬开去完得了，岂必是堂堂相府？要出痴迷。我看你呀，真是不老不了。实在你礼服长街光花灯，父母你临场背着在门铃，一儿茶地里接生做女，临子你老年龙认出了身。老夫上我名字经，听言相公宽得真。你需要恨不识别无他的本，排外家风苦黑生。你哼！丁相爷，张相公与我家小姐上上这位。把他们带了场来。是。你自己去看。下去。哎呀，母亲！好一个大胆的小畜生，为我们奉太上命令，这我了得！来呀，把他放了。是。哎呀，弟弟呀！家园，将这畜生产呀说吧。是。哎呀，你怎么与这个畜生去？回房去吧。你呀，万不在为娘为秀儿去。怎么与我当扮上一般模样？他是何人？怎么与我当扮上一般模样？哼！你是何人？尽管冒充相府千金！哼！你是何人？尽管冒充相府千金！莫非你是妖精？我是你是妖精！哎呦，母亲，他是妖精！你是女道吗？还是女道？你
一定能分出真假。你快去分来。哦，母亲，儿是没到。母亲，儿是没到。哎呦，夫人，老爷夫人，我们是奉小姐多年，一定可以分出真假。哦，那么快去分来。哎呦，小爷，你是小姐吗？我不是小姐，是谁？
人分不出真假，这便似乎是好呢。是啊，哎呀，这夫人不必惊慌，凡是包大人有再要见厉害，待我后堂修书一封，请来包大人破明真假。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哎呦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小爷，小爷。哎呀，不好！眼内有句放好我府上老夫也换上。看见钟家兄妹，你们来到水府，不知与何切实相告。哎呀，钟家兄妹呀！今次他那天没担家和身，请来保证关心。小妹不怕，原因先怕，只怕夫妻恩爱感情，但有艰难不用完。得向兄妹讨救兵。原来是此。眼泪不用这话，你受到有了计才死。眼泪，陪我来变作好保证。来一步，你要进江湖盆，两他姑珍宝家宝言不清，保管你当爱夫妻不离分，不离分。
路啊，讲什么老包沿路老包，也得把那是非断好，取口把萝卜把菜也不熬也不熬。哎呀，回大夫，那珍宝已往军府去了。对我们抢先一步，好，抢先一步。张龙造夫，王造马，呀，驾到！有请。是，有请包大人。之事判老太臣，真是官人不清。方太臣叛命郑家，暂时要你。老鸨自有判断。相爷，相爷，相爷，又来了一位包大人。包大人，我操，有机会包大人呐！哦，只此一包，并无二包。方才家园来报，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呐！哦，来的这怕是草包。大臣亲自撇身，好。请。相爷，有请。哦，有请包大人。莫非有满客之意？老夫真管满客，怎奈先来了一位包大人呐！包大人，真是包什么？包真，包真。大宋朝哪里来的两个包子？老夫也好生奇怪。
怎奈这位逃生与逃生一观面貌，一般无儿啊！竟有此事，请来相见。有请包大人。一见此要心流恼，见了正法，怪好笑。他竟怪一家乱阵，把相夫家宝要得珍宝，你是何方妖孽管城堡？基于上儿当就有两老包，你可知与龙不相容，真假难混淆。遇到是不风不起浪，风起浪也高，堂堂相夫真用你来敬老。我多管你回家去，随大轿。来是人间断无常，岂是那地府阴丧？我多去宽道，纵乱你当不杀孤问到底，这其中了你真知晓。二位大臣，不要为了小女之事伤了二位大人的和气呀！与这妖怪有什么气可讲？万事要平心静气啊！方大臣破明真假？老鸨自有判断，老鸨自有判断。来呀！要甚而到，来要上美旦带上来，美旦带上，美旦带上。恳请大人，今美旦听典。一人名字为何两人应声？一人名字为何两人应声？有相应声的，你是要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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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得正草，从日的将来；修得正草，从日的将来。大人用笔。你开眼，姊妹里有啥？
我的藏在花园内，他心关与我相为手中情，我的将他端出府，众家丁又在他为家内，谁知他得了一个洋鬼泪。哪想带过来？与我像一样衣衫一样穿，要管子女难分辨，生生的爹生不生啊！他一样到花园问宝典，转水来再生生，与我亲将子女问，当大人明镜高远盼江山。二人居是一样的口供，这哈老汉，你是曾是包青天，竟连这一点小事都生问不清，且快我的来呀！带杖证，带杖证，带杖证。叩见大人，张真，有三自谁不自谁？张真，你自谁不自谁？大人，有甚不知谁不知谁呀？张真，在你身为洪门秀才，父母丧亡，既蒙老乡爷收留，你当每对苦多，力度少尽。怎么？尽管苍日花园注册月例之日，即被老乡爷观察府去，由于牡丹小姐上机关等，以致花妖院们骚乱相附，何容你去死后用得？来呀！将张生休在各区，推下去送走。是啊，大人有甚有变呐？讲。大人啊，望他人民用意，听当真所愿。我与牡丹几位父母明白听，花园也为延长情。想也是我挂脸先厕所四门，本命是他爱佛也并要去当真。相爷虽有不是，也是你银子有亏，休得多言，退下去，送送的大。保证为官亲，恰原来偏听不公正，亲爸不服要谁这天大的冤屈何曾
老汉，事到如今，谁是真，谁是假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一审同意令真假已分明，那可的是假，那不可的是真。哎呀，不对呀！那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。老汉，谁假谁真？不问别人，问张真。张真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张真，用你细细的讲来。他神啊！公堂在我身上发，怎为也能扬文扬？杀生恩情与我亲，赠与家，我不知晓才知晓。常言道，相亲相亲生知心，做怪成方为要，他俩容易三相同，真心假意我明了。一个是书馆演团送官女，一个是花园作者世间桥，一个是专政师傅为子义，一个是公堂谁称他人言巧。这牡丹陪我经历四山重，心似花涌雨毛，那牡丹破镜花里无声息，心似海惊空有貌，容颜难分两牡丹情深，来一声君表，出人是人，出山是神，黑人是妖。哎呀，老汉，你听清楚了没有啊？我这可的是真，你偏生是假，好一个无度的老包！张真，你修得要命心巧，这是假牡丹，那才是真牡丹。啊不，这是真牡丹，那才是假牡丹修得都也带了下去。啊！这位包大人真假颠倒，这位包大人不公，包大人不公啊！孩儿，你对那畜生不信挂念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啦！包大人，你生出了我的女儿，你才是真正的包大人。弟弟，快来见过包大人。弟弟，他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包大人，他是假的。哦，他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你们两个大人都是假的。弟弟，他是假的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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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假的，身上再要紧。老汉，你不要胡看乱造，杀了假宝不要紧，杀了真宝那完了得。谁是真宝，谁是假宝？文字端得明的就是真宝，文字端不明的就是假宝。老包哪一件文字端得不明？老汉，你不见两个娇娘两样心，这其中是非不难分，欺凌爱妇你不报，今生你容你给动情，地下乱水咱要见，岂必是三江清水落冈温，今日落中论天下马
我也要痛痛快快地骂你一声。骂我什么？骂你女子多风是非不免，倒把王城青天无毒保证。家老保他一席话，力争心肠。我老保恰成了糊涂相。审问不把是非断，我要判明人要为哪桩？小张真上的娘，源头情到汴梁。青葱色少为首相，怎还得起穷酸潦倒的破衣郎？闭目谈官一文章，引动要写花轿娘。正儿但是一名妇女，家门但道与好心肠。我差家增加将分言，要差在人间好鸳鸯。老汉，刘大师，尽正皆正，尽讲皆讲。空谈茫茫怪语，有经者不嫌事成，那无经者不嫌事妖啊！老汉，这宫中也未有假哦，那你是家中有真喽？此文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老保昨日相公正，岂能够贪腐权贵，为父作长？来呀，带上针！叩见大人，张真，有甚在？本当杀你无罪，用的被鞭策的牡丹小姐，也同为归故里。多谢大人，咱们是娘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青天，来呀，要当到为公。是。我先走了啊！老相爷，老相爷，老相爷哪里去了？
大人，妖孽可曾斩了？老鸨抱剑随礼，不战负才自要。来呀，有起呀到。难道你不离此事母亲罢了不成？对，凭你罪名身上降下诏旨，命张天师做那次要骗了。为妻是有礼千金，满十日辞去家乡三宝里，就是天也就无泪。
娘子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我有点累啊。累啊！哦，不用了，长老，我们睡得快一点就不能了。快睡吧，快睡吧。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呐！哎，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呐！娘子，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呐！长老，你怎么了，长老？哎呀，娘子，这300里路一开始就走得这么快，后面的路就走不动了哦。莫比喻为难之事难产生。娘子，长老，我你在北坡看断情同心，有天大的事情要告状真啊！是啊，我与他情深恩爱，难道临别之时不把真情告诉他吗？长老，娘子，长老，你可认识我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你是我娘子牡丹小姐呀！我不是牡丹小姐。哦，那便是关爱仙子也比关爱仙子，我乃必不带礼。礼什么？啊？长老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乃必不带，我乃必不带礼金。长老，长你听我从我是千年守隐在人当边浪，只因母君在外结识新真人，有点我多居谁夫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牡丹女郎，君必上飞机鸳鸯。听娘子色彩，真心
死了。想当初在北部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初心里藏，元宵佳节关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畅。那今通欲将我们再为夫，在相府中与两个牡丹闹公堂，强原来啊，一个就是我娘子变。他为我相信把命丧，多等娘子有情意，我当真关记在心上。想那牡丹爱的是富贵，那是娘子恩爱长，才见难明一真情。长老，你这是李玉金，以后家是神仙眷属，只在做门上，才知我在荒郊野外有天堂。我李玉的眼里真不出意，始终的年长，就知道他是有情有义郎。我与他半半手也手，我与他并肩小鸳鸯。原来他曾经说出一片真情不忘阳，谁知今日出意了，他不因你来变心肠。我李玉真是眼睛亮，在草房顶下见太阳。长老啊，问张天师殿下天兵天将啊，苦苦前来做哪一我要这你的前去多别是带我去阻挡。你这个不，娘子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！娘子。
你上天，我要再你上天。至于设定，我要再你设定你。我定要杀人王市场天策的将你斩。他在前面有他们挡起来了，这边时候是好啊！带我前去除他一层啊！将最近狂风雷电大花子，玉龙射速一呀，叫人死伤美，死伤美。天将追得烈，不免得我发动水剑去阻挡一阵。
来收服于他，尔等退下。小瑶叩见娘娘。李玉京，你不必惊慌，我乃得来搭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已有两条道路随你选来，你愿答应还是响应？答应怎的？小英何来？小英在我到南海训练500年后得到登仙。那答应你，答应把玉林3片当着万劫受苦。小瑶情愿答应。恰是为何？为了长辈，小瑶情愿当着万劫受苦。那张真内犯做子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义，岂不可惜？哎呀，娘娘，那张真乃是知人君子，小瑶与他还是三门。我是为他完成什么仙，还了什么他？求娘娘把传心，求小瑶念在心。我情愿当日万人去，与张真生死共鸣。宁得起千年道义，宁离却共来仙境。我情愿受痛苦，把下雨里换一个私语，自在身。算在，此次把玉林3片答应了吧。
娘子你冤有冤枉先去，请你刚背进大前，我当贼官员去参我与你三世与共，不离不弃，上上同城，岁就是一生非梦境。